快！今日睇一間性價比超高嘅單位啊！哇！呢度嘅空間真係令人想即刻跳翻拍舞啊！你睇下個景，採光度一流啊，成個人都精神晒啊！廚房設備齊全，想做大廚定係簡單煮兩味都冇問題啊！個客廳夠晒大啊，放張大梳化睇電視真係人生一大享受啊！啲房好光猛又大，正啊！出埋露台睇下，呢個開揚景觀真係冇得頂。兩房兩廁，而家只係賣62.8萬，3個字可以形容啊，抵啊！大廈配套仲非常完善，乒乓波、籃球、健身室一應俱全啊！仲有超大嘅戶外平台同埋多功能房，同朋友聚會就最啱晒啦！想睇筍嘢，記住揾我 Horace Wong。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